再来看108课纲已经实施3档了，今仔有来自北中南上百个高中生来分享因的经验哦，嘛提出因的看法甲建议，咱嘛做伙来了解。高中生甲大学教授、教育部的官员坐斗阵，无关键之分，做伙讨论108课纲的问题。下骹真侪观众的高中生嘛直接对台顶提出因的问题。我们打破了过去好像认为这是一个在都市、在台北才可以讨论的话题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人们、专家们才可以讨论的话题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看到接近120位的学生到了现场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甲108课纲倡议计划团队共同举办这摆换我讲的高中生论坛，第一场主题是学习特定档案，3间学校的高中生发表因的看法。我认为学习历程的核心功能应该是要放在育才。同学们不应该要以教授想要看到什么为出发点来设计学习历程。高中生提出袂少问题，譬如讲无法度传伤大的档案，学校无提供学习特定档案的做法甲课程等等，嘛点出教育部政策的立意甲实际运作的冲突，因希望教育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希望教育部就是在听完今天论坛大家的各方意见之后，是真的可以提交出，首先希望可以提交出一些报告，让我们看到他们对于我们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看法，或者是可能有什么样的做法。教育部国教署副署长戴淑芬表示，配合同学愿意提出这么周全的建议，伊会伫遮坐几工，用心听同学意见，再转去教育部讨论建议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